兒童節不只是玩樂慶祝，嘛會當用行動愛地球。議員蔡麗清、洗手國安里長候選人陳佩珍、海淀里長候選人郭義軍，號召將近60位高中小學生化身小小環保尖兵，行上街頭捡糞掃，用雙手守護社區環境。希望這個環保愛地球的種子就從小扎根，然後希望這是台南市第一批最有環保、最先進概念的，未來會捍衛整個城市的這個環境。還有衛生清潔呢，這一群小尖兵未來是台南市最強的一支環保尖軍吶哈，然後能夠整個從這裡開始帶動整個台南市這個愛護環境、親近家園的一個觀念，然後從我們做起，那希望未來推廣到整個台南市，讓我們的社區、讓我們的地方、讓我們的地球更美好。不只小志剛來參加，不少家庭更是專家總動員，甚至還有3代同堂做伙搶街捡糞掃。和這裡更添溫馨跟教育意義。兒童節嘛，4月4號，然後讓他們做有意義的工作啊，對環境保護、愛護地球也是一個幫助啦。因為我們要陪阮的孫互伊下一代會當講對環保很好啦。所以講，阮就是全家出動，可以為地球盡一份心力，然後順便賺那個國中的志工時數。妹妹你呢？一樣。特別在4月4號的兒童節舉辦一個環保小小尖兵的一個環保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活動哦，讓所有的大小朋友，因為我們海淀裡呢的人口密集度非常的高，所以大小朋友在這邊的居住環境相對的我們也非常的重視。那因為這一次剛好是適逢兒童節，也希望說大家可以利用這個連假假期來做一個社區有意義的一個活動。國安里呢，現在年輕的住戶非常的多，那其實他們對環境要求也非常的高。那我們這次響應活動兒童節呢，來辦這種環境的愛護活動，讓小朋友可以提早學習環境愛地球的部分。那同時也可以領取志工時數，讓他們可以在校內有多元學習的機會。那此次也看到非常多的家庭帶着小朋友一起來參加，我覺得是對家庭來說是一個很強的凝聚力。那大家可以透過對社區的付出啊，然後為社區盡一點心力。市長夫人劉玉晶也特別高調表揚，肯定小小志剛的付出甲努力，希望和環保意識自細漢扎根，進一步帶動更多人關心生活環境。環保小尖兵，讚！蔡麗清強調，未來也將持續舉辦類似公益活動，並希望會當逐步擴大，朝向100人志工團的目標邁進，和更多人做伙加入守護社區的行列，打造更加清氣舒適的家園。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